是甜食又懂耶，给中朋友按谁咋，我这就懂讲嘛，就睡梦嘅时就吃到懂。你到啊？冇唔錯，韓國我有一隻門，就是我按葡萄上我送偏數，唔過你要按摩洗數，乜嘢都看唔到，我就當講，我就向我朋友講，偏愛去送偏數，好，跟住就偏愛去機動採購，因為係佢係偏愛去送偏數，唔過你有向萬人希望，啱到嘅舊時係佢偏愛。佢片啊，呢片就係啱到舊時，後來呢2批嘅帳篷，我繼續水網嘅時，佢門嚟啊、蟲啊，全部都片啲人強下呢批嘅帳篷。佢當到舊時嘅無言哦。真係喺門嚟嘅，幾種嘅係，佢門嚟都片啊，強下呢批嘅帳篷點啊？嗰時貴啱冇嗌就啲嚟腳門嘅，出去，我幾要去畢業來。真係嘅樣，因為睇學實嚟。他出走啦。我去擺露營嘅時節，其實咪係東西咪動手，伊個細細嘅帳篷，啊唔過嗰種是有朋友帶我去露營，啊嗰種是喺東韓嘅寒天，啊然就叫下來煮一杯熱紅酒。哇，都有說。對，然後你就坐在啲東韓的天時，然後拿着一杯熱紅酒，然後還會在冒煙，有沒有？然後那種感覺就覺得很溫暖嘅感覺，然後就會因為嗰種時嗰種感覺。雖然我嘅體擺露營有點困難，啊唔過下鄉我就見來見中意露營嘅感覺。蔡總住在阿權冇以外，還有意思啊！無限多連出去露營，東西都自家做啦，萬功夫呢。錯只可以捱，因為捱同學捱讀藝術太好嘅，古時捱同學去露營時，聽說我有藝術㗎，其實就對我不卡呢，自家來做呀。表誒，一係自家做嘅，你整表誒，啲蛋糕還有塗嘅麻油，啊你啊較空氣啊你，還有呀喺麥雞腦，要做的第二片，冰酒誒，係冰酒誒，還有很多調味料都會冰到底部。要做的團購嘛，做出去嘅當呢片，哎呀，皮拖的呢，你可以下次我哋做神助牌，用骨頭抹。我咩要去解要求，我要想我嘗試，如果我聽錯我拖嘅係佢日就去搭棚嘅，我帶嘅要碰燈要冷氣嘅嗰種，小木屋。因為我東江潮你冇去露營嘅老幾樣啦，其實我水木家下，我水木家下。老人家東江潮，唔係老人家嘅關係，當然去露營嗬，要想。阿權出阿權嗰度做嘅，而家會到點清，乜要等人去嗬，而喺我放鬆心靈，而喺半夜嗬，喺食酒啦，喺啲創記咗半日嘛，記咗唔得，記咗唔得。啲人你會講，係因為老人家嗬，我摔到一半被吵起來，我就摔唔停。不見，係我不見，我不見。係嗰時候我咪講吵嘅，嗰係佢上空當點清點啊，佢半夜人家表nhau哦。如果躺喺度，夾喺省點啊？幾天幾夜你開始表啊，就躺喺度。仲要練咧。佢燒喺省係躺喺度，完了冇？你啲摔到家躺到嘅省嗬，會嚇到，我就會即刻唔要。我一聽到有可能佢係連拔，半夜兩三點去連拔。嗰種係要做講錄像動神奇，因為假使係帶到飯店，唔有可能唔可以當去認識隔壁嘅人。唔過就係因為錄像嗬，大家就認識咧，我所以按你嘅感受就當好，做哋認識好朋友啦。香港喺捱就冇想認識，冇。真人講，怕死你。喊爹啊，2-3年啦，你們不要去露營好了。記錄要按點清。你就去個山洞裡面露營啦。就是你懂點清，冇任何人啊，上面咩不用懂西上啊，M 冇講法。哈，那你們就去廟裡面修行就好了。我上來要出nhà都帶沒有好多的。像我去嘅就係愛帶個藍牙音響，藍牙嘅天風，佢天風係不用送去嘅那個小小一點一點那個像星星嘅感覺安樣。過來呢就會，就我們該照明作用咧。因為就會投影機，完了我覺得我會被討厭呢。真的，我係當點清啲露營啦，但是我就想講，因為人係啲暗海風景嘛，來去露營，你就係享受嘛，享受睇下音樂啊，又做一看下天陽啊，不說就完全係。看風景，怎麼該看天陽？看天陽嘅時間，要看下風景，因為我可能一直看風景會無聊，錯冇。有種完美露營啊，喺古道邊太水就快起嚟，就快香香嘅。錯啦。啊，唔過大家可能想到講我會花咁多錢，其實唔是，像我做的主要的按到東西啊，我嘅雅思路就會輕簡單的，冇到1000K嘅雅思路。哇，自如對，就比他的投影機還便宜耶。對呀，你看。
用一个中棚啊，卖些东西，但是露营灯还是很重要。你中间是，我有神呢。你阿 Q 有有那个星星灯吗？我没有星星灯啊。你装在家里。時間基本上開一啲啲咧天火天天，因為唔開太講就會有動到嘅鵝有冇？會噴那個星星燈哦，全部就會衝的，星星燈它是一點，它是全部就會衝，你就看真點嘅神你就好咧啊！好啦，你都沒有，你那時候一看嘅火焰蟲啊，你開天火就看唔到火焰蟲。開天火有蟑螂。對，真的。一天動重要嘅部分係偏數。我將呢架橋用係喺個無動嘅。你這個帶行李箱啊？唔係，因為喺個無動嘅係兩三年冇洗成係做得。哇！唔講，係點樣要洗？有天唔講係歐式嘅味素天錯愛動強烈，我要把希魯洋嘅味素嘅偏數動歐種係就歸你冇送偏數。我就即架揭散揭到，揭到要嘅7-11，我要地圖。啊，佢身體會出問題啦。我真研究冇辦法，古時我對偏數啊歐式嘅味素洗成就冇相關，天錯動重要。所以我一上演迄露營，係現在做哦，這麼跟我講，一上演露營，因為睇下始終係懂飯的嘛，或者我出去自己落去練習。容易我出到阿佢妹咯，睇下去露營嘅時間，哇！你敢會煮飯呢？哇！你敢會帶動到洗內頂用得動好？哇！你敢會試菜？我跟你講，這是我單人露營訓練來的，你就去底下講嘅，咩露營熬營好嘛？你用卡底杯咩做嚟練習啊？我來說要動態嘅挑戰啦。係啦，係挑戰啦。很多露營，跟很多野外生存。可以啊，嚟做對啦，聰明。我喺講公營的露營啊，最少有300次以上。我知道被你老婆趕出家門。不跳啦，因為我做些吼，我東接3公半夜喺啲視察，古時候我試到開洋用幹啥？不能危險駕駛啊，那就入休息站。哎，人講哦，從南部哈永康休息站去東河，我記得個偏數有小水。哦，打年做嘅，打年做客數。有小水嘅偏數要注意，哎，佢還有隻偏數全部通風動態檢，有24小時嘅。便利商店嘛，便利商店，然後我注射咧，nice 熟食區去夾就有誒，你唔算露營吧？沒算啊，我露營就摔茶檔啊，然後東你的野營就會摔茶檔，大家就來野，還有新營休息站，有身份證吼，跟有地方室內都得洗身，我真係不能摔嘛。又有小水，係又有小水，小水當抽煙，小水當抽煙，係，有警察又唔是錢。哎呀，不錯，公營露營係都有經驗啦。我啲露營以前啊，就識去查過去紐西蘭搞嘅時節啦，就得用露營茶嘅方式來去反豆。對，韓國去甘肅各個無共用嘅素材。係先，唔啲紐西蘭、淡江北島就懂反地嘛。我就是我安排10日嘅北島的旅程，全部就已經寫好行程。去試茶。我同我老公試菜，我老公試菜，我負責煮飯嘛。天熱愛帶奶，愛帶一隻農場；天熱愛帶一隻河巴，愛帶奶片，我就全部都整理好。因為紐西蘭搶走得水嘅露營區，因為做唔得水露筍咧，嗰時我全部都查好，唔過我嘅俾人給氣死喂。馮太太上我去嘅家吼。這是東風片哦，這根本就係戶外水上樂園，其實都有高奶茶誒，哈，裡面有溜滑梯，哇，誒，咩游泳池的溜滑梯哦，滑水道啦，滑水道啦，你拿小口嚟嘅，游泳池跟溜滑梯，然後講跟露營嘅場地有冇？跟邊界又做到懂安全，等於講老細嘅帶到嘅地方去，唔是禿，唔是姑，係其他字也會睇，哎，所以生活都好好的，哎，我就講說，哎，一提風我就知道做對咯，哎，然後其實營地還有雜貨店，哦，乜都有，睇下室內咩唔是去突還有偏數，我就本還有小水，我就本半夜100 K， 講根本冇錢捱，該不會還有免稅店吧？馮太太喊做的去買給你。呢個係營地，喊做的退水，唔同嘅 outlet 係嘛？馮太太喊做的去龍傑。喺上睇上講，要花太假